部變大雨，12縣市大雨直報台南6架有貨車，那像因為着雨天，弄2台車，1人死亡，1人受傷。美國甲伊朗達成初步協議，按算6月19日瑞士正式簽署，荷姆斯海峽隨月全面開放。小國古拉斯干那156000人第一擺拼入世界杯卡球賽，在因對手當中奪到第1分。你好，歡迎收看公視台台新聞世界通，我是曹欣。中南部拼大雨，氣象署針對12縣市發布大雨特報。高雄桃園大路都有土石崩落來，也為了安全，桃園下晡時停班停課。也台南6架早起有貨車，那像講因為着雨天，這個路啊上過頭骨，全失去控制，弄工停車，佮弄烏多擺，造成1個人死亡，1個人受傷。貨車失控弄頭前的工停車，佮弄邊的機車，台南一帶在地下車15早起7點外經過6甲區第一線路段的時陣，好親像落雨路過失控連弄2車，造成1死1傷。追撞前方正停等紅燈，由上男所駕駛之工程車及陳姓男子所騎乘之重型機車，造成陳姓男子明顯死亡，未送醫。相關肇事責任由警方調查釐清中。連續落雨點數以外真濟，國道3號路南前花路段，有人看到隔壁車道轎車向失控出去，後個再無造成車禍。仁德區中正路2段水管因為一直落雨煞破去，路邊衝空崩塌，導致高壓出去，頭水個管子問題。台電公司跟交通局正在協助移除電桿跟號誌，那我們之後才可以開挖講修。那停水用戶大概6800戶，我們預計在今天下午5點之前可以修復。受西南風影響，南部各地攏有地限時強降雨，高雄小港沿海路頂部分路段中晝出現積淹水，文藻大廈行政大樓周邊也因為排水未負積水，互學生笑講是水上樂園。另外，桃園區主要連外道路14道土石崩塌，15號西區較嚴重了後，為區民的安全，市府緊急宣布桃園移步停班停課。那這個隊友在海上發展之後，是陸續的在移動到這個嘉義以南的這個陸地的。那當這個紅色的回波移進來的時候，這些地方就會感受到比較明顯的強降雨。那部分地區的時雨量可能還會達到這個大雨的一個標準。中港河和屏東介寮溪溪水漲起來，佫竄流。氣象署中晝對屏東山區發布大雷雨甲溪水暴漲警示。暗晡方面，豆豆沙棒西南風減弱，氣象署預估中南部落雨16開始會轉好。18了後，太平洋高壓向台灣山頂東，全台有機會轉做較穩定的天氣。記者綜合報道。新北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警所長劉宗興，佇咧2024年拿查駕毒的駕駛陳家瑩，抓去互拖咧行弄予人來無命，也法院佇咧今年2月判這個陳家瑩死刑。專案是上訴到2審，今仔日來開庭。也這個陳家瑩是好人殺人，伊主張講伊的行為是傷害致死。在講故事的時候，他就看到故事書裡面的爸爸媽媽，他就對我說：“我也想要有個爸爸。”傷心講到翁婿因公殉職了後，囡仔毋望爸爸關愛心聲，心中攏是毋甘。新北市土城警分局派出所長劉宗興盡力臨檢，遭到女毒販陳家瑩拖行殉職，一審判死刑，關於15開庭審理。細陳查某毒販好人殺人，主張行為只是構成傷害致死罪，老家人無法度接受，希望審判長為因伸冤。我的心目中，我一個很堅定的念頭就是罪責相當。覺得被告非常可惡，他慘無人道。大家好，毒駕問題嚴重，高雄警員發現有人反向騎車隨亂檢，一看竟然是小面廠，因為姓何查甫人幾日前，才因為哪騎車哪報軍，騎車狀況無啥着防亂檢，一查是毒駕失憶了後，佫防亂查也是毒駕，當場逮捕以上交通違規部分依法規範。違規行為依法舉發罰鍰，最高合計可處新台幣127800元。台北市也有毒駕案，警員對行車部分的駕駛做喙瘻快胎驗過血判的查某人，表面配合，採用未聽證理由調工拖延時間，檢測結果呈現安徽太平陽性反應，依法究辦。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及公共危險函送士林地檢署偵辦。
都因為毒甲案一直發生，那造成經濟人權損失。更加像山頂洞的炸彈，全台警力透過強力執法，維護民眾的交通安全、治安環境。記者綜合報道。這幾天，咱國軍佇咧演訓，是真正看到美國的人也真嘛，都有風聲講，對今年開始有外國人佇咧國防部軍情局佇咧行動，就互認為講是軍情局第一擺有美軍來進駐。雖然講國防部無要加說明，不過專家指出講，若是要探中國的情報，咱台灣是上好的管道。營區門口有鐵閘戒備真嚴，且是掌握國內外軍機的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屬有高機密性單位。不過有消息講，今年開始有外籍人士佇軍情局內出現。軍情局內的外籍人士被推測跟美國軍方有關，也是軍情局第一次有美軍人員進駐。不過軍方對此相當低調。國防部講，軍情局只有國家情報工作法甲國家機密保護法執行情報工作，維護國家安全。對於相關事項無說明，因為傳出進駐美軍有可能是大號梅園計劃成員，也就是美國國家安全署，在1979年台美斷交了後，唯一保留在陽明山設立的監聽站，負責接收中國華中、東南沿海甲南海的電子信號。對外講是軍情局通訊處的營區，無在 AIT 管轄內，是台灣上神秘的軍事單位。這個當然是代表台美的情報的一個合作是升級的，後續的發展值得我們去關注。台灣是民主陣營非常重要的前線，情報的共享、情報的合作，我想這些合作可以想象的，應該是所在多有。台灣立委正面看台，認為台美情報交流更加密切。這陣啊，美方人員直接在國軍大小演訓中出現，進行實地觀摩甲戰略指導。另外，2020年，前總統蔡英文是到空軍在新竹的洛杉磯雷達站的時陣，我有翕到美方人員，會當講公開台美共享空中預警情報。人力的情報以及這個電子的情報訊號，都是雙方會交換的，只有互信的國家才會進行這種情報的交換，有助於建構印太的完整這個共同作戰圖像，來反制中共的威脅。專家是講，因為台灣的語言文化地點方便，累積未少研究中國政軍動態的能量，對於國際情報界來講，嘛是情報收集加電子偵查中國上好的所在。記者採訪報道。美國甲伊朗達成初步協議，按算佇咧6月19佇咧瑞士正式來簽署。也美國總統川普表示講，荷姆茲海峽會來全面開放，伊朗未收費用，大國家的船會當來通行，也石油自然就擱再流通。所有的軍事行動攏愛停止，包括講這個以色列啦，袂使擱拍黎巴嫩。美國會甲伊朗250億美金的這個資產來改動。也伊朗是表示講，刷了佇咧2個月內會來甲美國橋，會甲美國會談討論講啊，這個最終協議，美國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也閣有講這個濃縮鈾到底是要安怎來這個處理，要安怎來限制。不過佇咧這個以色列這方面哦，是認為講協議對因不利，毋若講反對。佇咧6月14，也閣咧拍黎巴嫩。專家就分析講，這個協議到底會成，也是講未成，恐驚也閣有變數。也這個變數就是以色列。伊朗國營電視台15宣布，美國和伊朗達成協議，嘛強調美國是被迫簽署的。شهباز شریف از پایان دائم و فوری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های جنگ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و متحدانش خبر داد。負責調停的巴基斯坦總理哈里夫嘛已經透過答文證實，美伊雙方宣布馬上永久停止包括佇黎巴嫩境內所有的軍事行動，正式的簽署儀式嘛計劃19要佇瑞士舉行。美國總統川普了後嘛發文表示，荷姆茲海峽將會全面免費對外開放，佮授權解除美國海軍的封鎖，世界各國的船隻會當準備出發啦，和石油會當流通。美國副總統彭斯佇受訪問的時嘛強調，這項協議將會為中東地區帶來突破性的發展前景。But if the Iranians comply with this deal, it is going to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the Middle East for the next 50 years. It's going to end the war. It's going to make the Middle East more investable. It's going to mean a lot of prosperity, lower energy price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伊朗副外交部長嘛證實，佇巴基斯坦
甲卡達的調停下，美伊經過濟屆會談，基礎協議的內容14日經過15點鐘的談判了後，總算是確認這份名號做伊斯蘭馬巴德諒解備忘錄的最後版本。در عین بی‌اعتمادی کامل ما به دشمنان ما صورت گرفت. هیچ اعتمادی ما به دشمن نداریم. اعتماد ما به در واقع قدرت نظامی ما هست و همچنین به قدرت دیپلماسی ما و به حمایت و در واقع انسجام مردم خود ما هست. 根據部分協議的內容，19日的隨書簽署了後，美國將會解凍250億美金的伊朗資產，刷落來雙方會展開60天的和平協議談判。其中包括解除伊朗制裁、甲經濟定見以及濃縮鈾的處置甲限制。專家分析，因為以色列方面也未對協議做出回應，加上以色列和伊朗佇協議定案14迄天，也擱佇個戰會當中，歷史這條中東和平之路也是充滿變數。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6月15日，羅西亞對烏克蘭的首都基輔大空襲，是造成至少9個人死亡。也一個世界遺產代表烏克蘭的精神甲文化歷史的洞窟修道院17日飛彈拍着燒起來，當地政府呼籲民眾趕緊避難。烏克蘭首都基輔15透早遭到羅西亞大規模襲擊，造成死傷，互東歐看作是神聖的東正教中心。基輔洞窟修道院也陷入火海，當地政府呼籲民眾趕緊避難。若戰爭爆發起來，洞窟修道院已經在2023年9月，獲列入評為世界遺產名錄。烏克蘭軍方表示，羅西亞攏總發射70粒飛彈，甲611隻無人機，其中的50粒飛彈甲582隻無人機，互俄軍拍落來。15 червня 2026 року у нас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Києво-Печерської лаври, зокрема Верхньої лаври, сталася біда. Російська ракета влучила в Успенський собор. 15日，羅西亞對基輔發動2禮拜以來上猛的空襲。前一日，當時美國總統川普的80歲生日，克里姆林宮表示，羅西亞總統普廷向川普祝福，兩個人通話大約55分鐘。電話中，川普閣一擺強調，結束戰爭真重要。佢表示，伊願意遊說歐洲甲基輔向這個目標前進。普廷是向川普表示，就算基輔想要攻擊羅西亞的民用基礎設施，也未改變目前的態勢。佢講，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想要會面，就互伊來莫斯科。隨後，澤倫斯基也佇Telegram發文，表示伊甲川普有一段精彩對話。澤倫斯基強調，伊甲川普參所有烏克蘭人民都希望和平環境總會實現。另外，澤倫斯基也講，羅西亞佇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那迄當時有強國有力的領導人，這場戰爭根本就未發生。公視新聞新聞部編譯。世界杯卡球賽 F 組對決真激烈，日本甲世界排名第8的強敵荷蘭佇咧車拼。荷蘭是一個踢着分，也日本無放棄反擊，分數是加真懸，落尾是以2-2來平手，攏摕到1分的積分。也佇咧乙組古拉索是以1-7踢輸到德國。好，古拉索雖然是以1-7來踢輸德國，不過因的球迷猶原是感覺真公平，因為這是古拉索第一擺拼入去到世界杯，佇因的對手當中來踢到第1分。也這1分是引起討論，因為古拉索是佇咧加勒比海的小國家，也因的地土干那咱台北的1.6倍，總人口才156000人，會當拼入去到世界杯，哇，這真正是無簡單。也這嘛，成做世界杯歷來人口上少的參賽國。也古拉索因當遮爾少，所以當創造奇蹟的這個關鍵就是因整合僑民的力量。甲遐佇咧荷蘭受過訓練，煞無法度加入荷蘭國家隊的遮個優秀的球員，招來古拉索來甲世界車拼。也世界杯卡球賽，那比賽本身真精彩。這屆閣真特別，是加拿大、墨西哥甲美國3個國家做伙來主辦，佇咧當地都有真濟活動。親像美國紐約因的高級的飯店，就推出專題的旅行服務，也這一抓要8萬美金。2026世界杯卡球賽除了各個精彩的比賽，也衍生出豐富的跨國活動甲在地慶典。互球迷沉浸佇卡球的工作中，主辦國之一的加拿大，雖然還未前至世卡強隊之列，也也決心重新定義家己佇世界卡壇的地位，宣布已經組成史上上強的隊伍。
多倫多球場會舉辦6場的比賽，當地是舉辦官方國家動物福利宣佈活動，挑戰者愛佇舊城區每一個所在找找51組計合78支參賽隊伍文化的彩繪福利。白色公園內的新生園道閣也吸引真濟遊客去完成拍卡賺積分。多倫多市政府估計，這3禮拜會吸引30萬人來遮。We do prizes every week for the one who has the highest score and also a random draw. 白色閣會掛達拉哈拉動物園透過代表無同球隊的食物卡球、球衫、甲鴨肉等，和動物有尺比賽結果。H 組由世界排名第1西班牙領軍，大猩猩有尺日期的比賽烏拉圭會戰贏西班牙。另外，黃金勇士4組奮戰的 A 組19個比賽，白色閣對上韓國，最低攏無拍開鴨肉，所以可能是白手。美國紐約市包括紐澤西都會區會舉辦8場世界賽，位於曼哈頓上東區馬克飯店，是為球迷打造價值100萬美金觀賽的套裝行程，包括6張球場中線的門票、專屬私人休困室、頂級美食、美酒加香檳、參直升機接送服務。It is a on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so if I had the means, I definitely would do it. 公視新聞新竹為編譯。好，真正是世界盃開始台勝利就對咧來。佇咧邁阿密有一間酒吧，伊嘛推出卡球世界盃杯仔的杯酒杯仔。因的酒杯仔做球 A 的形，會當配合球隊的英國旗，也即個酒啉完呢，酒杯仔會用個炸轉厝。也佇咧巴西是有點心店做卡球造型的雞卵糕，甲國家隊鬥演。福州邁阿密酒的調酒師展現手搖的特技。一時就將雞尾酒倒入去球鞋造型的酒杯仔，詳細一看酒杯仔鞋仔，佮應付德國國旗。禮拜2世界盃2組比賽，德國隊古拉索，這兩杯雞尾酒明顯是為德國隊加油的人客調的。You're supporting your team.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have those sort of items, and it's really cute. So. 邁阿密是這擺世界盃主辦都市之一，當年當地比賽15日開始，不少卡球迷已經進入這種運動酒吧。球迷講，無論是裝佇球的造型、獎杯造型、酒杯內底飲料，配合球賽主題飲起佫較好飲。無論到一個國家比賽，這間酒吧攏應對的球的酒杯，飲料也個人提轉去。除了啉酒相機，真愛卡球運動的巴西有點心師傅推出卡球造型的雞卵糕，頂懸為甲巴西國旗同款的色水。E assim, a Copa, a gente vive da Copa. Brasil respira futebol e a gente se une pelo futebol e tudo. Então eu queria criar alguma coisa realmente que fosse muito especial. 可卡利亞是這兩個克羅埃西亞球衫專家，因10年來收集6000件各個卡球選手的專業球衫。Ovo je prvi hrvatski dres sa utakmice protiv Amerike iz 1990. godine. Ovo je dres iz Francuske, 98. Tad smo osvojili 3. mjesto. Ovo je dres iz Rusije. Tu smo osvojili 2. mjesto. 兩個專家估算為球衫到球鞋等各種紀念品總價達300萬到500萬歐元。不過這攏是唔是買物件，因打算有一天開一個博物館，而且會繼續收集落去。公視新聞張惠敏編譯。感謝收看今日的新聞世界通，明天再講這時間，再會。